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我国小贼多次扰乱我朝边塞，烧杀掠夺，残害百姓，朕心痛之，特命大将军孟高岩率军战倭寇，以救百姓，平战乱。若此战胜，必有重赏，钦此。太阳，我们终于胜利了！此后长安城中再无人敢嘲笑我们女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你死了，击退倭寇的功才能只属于我。我们一同杀敌，你可是我最信任的副将。那我便再教你一个道理：永远不要相信他人。哎呀！当初你为了嫁给秦州，不惜给他下药爬床，好不容易才成了秦夫人。可是秦州却对你冷落疏远，害你被整个京师嘲笑。现在他成了植物，你还要为他守活寡，你真的甘心吗？我当然不甘心，可是我能怎么办？有我在，我会帮你。你去秦州的书房，把他的印章都给我，我就可以以他的名义立下遗书，把秦家的财产都给你。等到他一死，我就娶你。真的？你现在跟了我，我怎么舍得让你受委屈？你真好。让你真该死！不是被人杀死了吗？这是何处？我脑中为何多了许多奇怪的回忆？我这是借尸还魂了？怎么回事？明明我随便勾勾手就能上钩，怎么突然把我推开？张岩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放肆！表哥，我老公卧病在床，你却对我下手，你究竟是何居心？他叫我表哥，你忘了？今天可是你叫我过来的。你不是说在秦州面前亲热才更刺激吗？这身体的原主人也太蠢了，他夫君的表哥一瞧就是在利用他，他居然真敢和他苟合。难道不是表哥你图谋不轨，故意接近我吗？我若不假意迎合，如何能看穿你的狼子野心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老公昏迷，若是你能拿到他的印章，便可以伪造任何文件。你让我盗取印章，不就是想掌控整个秦氏集团吗？我真是小看你了。行，我也不装了。刚刚咱们偷情的视频全都被我录下来。如果你不想让秦家其他人知道，必须按我说的做。你干什么？你……现在你威胁我的东西没了，但是我却可以证明你想偷秦州的印章。要是秦氏集团的股东们知道了，你还能待在秦氏集团吗？李梅，我刚刚就是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，你就当没听见。哎呀，我给
给你道歉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这就走。这是孟昭言弄的，一个贪慕虚荣又蠢又坏的女人，怎么突然转性了？难道她是在打什么新的主意？廷尉，别送了，我知道怎么走，就到这儿吧。什么时候身手这么好啊？我来是警告表哥，若以后还敢对秦家动什么歪心思，自己掂量掂量，能撑得过我几招？懂了，弟妹放心。他出轨情人，真的只是为了试探情人的目的。他发现我了。这房内陈设果然不一般。此乃何物？虽然从这具身体中知道这个世界的不同之处，不过这些如此神奇。这是他在干什么？这就是秦州和他的弟弟妹妹们。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，秦州可称为少年奇才，父母早逝，20岁的时候便撑起整个家族，短短3、4年便将秦氏做到了全世界前3。可惜秦家旁系众多，利益关系盘根错节，家族内斗屡屡爆发，弟弟妹妹们也扶不上墙。今天全场消费由我秦子昂买单。这是秦氏集团总裁秦州的2弟，这秦总是真宠他的弟弟们的，整个京市就没人比这俩人更奢靡。还有那个秦州唯一的妹妹秦欢，特别单纯好骗，她男朋友就是个渣男，结果秦欢1年为她花了3000万。秦家这么有钱，如果我能嫁给秦州，那这些钱岂不都属于我？往哪儿开啊？哦，等到天亮。身在大家族，有这么多兄弟姐妹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帮你排忧解难。秦州昏迷，他孤身一人，被亲戚觊觎着秦氏掌权位，我一心抗战杀敌，却遭副将背叛。我们的命运是如此的相似。既然我来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为你守好秦家和秦氏集团。他说要为我守住秦家，他还是孟昭言吗？乔助理，又给秦总带医生回来了。是。这应该就是这个世界的电话吧？喂，夫人，您家二少在酒吧起了冲突，我们没人敢阻止。秦总，这孟昭言和秦远勾结，
您不是说今天就能抓他现行，将他彻底扫地出门吗？可我刚刚看他还在秦家，心平气和的和我打招呼，像变了个人一样。秦院不会偷印章了。孟昭言计划有变，他还没有入局，再留他一段时间。公司最近怎么样？一切正常。自从那天在秦氏有人给您下毒想杀您之后，这下毒的人啊一直没有动静。我没死，只是昏迷了，他自然不敢轻举妄动。不过，连秦远这种小角色都蠢蠢欲动了，下毒之人又怎么可能阻得住？好在啊，您中过孟昭言下的药后，我们加强了防备，不然那天的毒药恐怕就真的要了你。现在是时候加把火，把下毒之人逼出来，让医院给我下病危通知书，告诉整个秦氏，我要死。明白。秦总，2少在酒吧和人起了争执，对方似乎有意激怒2少。秦总，我现在就把2少爷带回来。秦总，那咱俩可说好，咱俩1对1单挑，你要是输给我，就给我磕头认错，还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秦家狗屁都不是的废物。少那么多废话！今天的比试谁肯定赢，到时候跪下磕头认错的人，一定是你。来吧。这是什么啊？不知道啊。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多管闲事的？你在酒吧闹事，酒吧管事不知道该找谁，将电话打给了我。现在跟我回家。秦总，这女人是谁呀？还敢管你的事儿？你该不会真因为听了这女人一句话就走吧？那咱俩这场较量可就算你输了。谁敢管小爷的事？刚刚就是意外，不服咱俩再来。这没你的事儿，赶紧走吧。我是你大嫂，长嫂如母，我自然该管你的事。哦，秦总，这就是你大嫂啊？那个靠爬床攀上秦家的神姬。我说你们秦家是不是不行了呀？现在靠一个女人当家做主。师姐，你再嘴贱一句试试。徐少是吧？不知道你与我家二弟因何事起的争执？秦总和我抢这酒吧的最后一个包间儿，还非要跟我打一架，并且跟我打赌，赢了的人才拥有这个包间，输了的人呢，就磕头认错，并承认自己是个废物。好，那这赌约就再添一项吧。你输了就跪下，向秦家与我磕头认错。好啊，你再添多少赌约都没事儿，反正这秦总就是一个废物、垃圾，他要打不赢我。谁说小爷打不赢？今天绝对把你打得满地找牙！哼！既然是我签的赌约，那自然是我与你比。你？秦夫人，这可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这该不会是觉得自己刚刚接了我一拳，觉得自己很牛逼吧？啊？你跟他比什么比？少给姐姐丢个脸。你与他比的是打架，我与他自然也是比打架。再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会给秦家丢人现眼？那还用说吗？
行了，你赶紧给我滚！这是我跟徐世杰的事情，我自己会处理。那个秦夫人，你还是听你家二少，要不然我一会儿把你打伤了，这传出去说我欺负女人，我这脸面挂不住啊！你放心，李氏会受伤是在所难免。日后若是有人传出闲话，李氏之人自当站出来解释。徐少，来吧。哎，来什么来？我看你真是疯了。徐世杰是本市连续3届的散打冠军，出了名的下手狠，就连我也只能勉强招架。你一个女人怎么能是他的对手？你不必担心，我定会赢了比试的。徐少，秦夫人既然说要打过你，你怕不怕？我怕死了我！多少跆拳道、柔道的高手都打不过徐少，秦夫人这细胳膊细腿的，还不得被徐少吊着打呀？到时候说不定还能看到秦夫人哭着求饶呢！你他妈找死！徐世杰，管好你的狗！咱俩的事儿自然咱俩解决，你掺和女人算什么本事？孟昭言，大嫂，算我求你了，这是我跟徐世杰的事情，你别掺和了。徐世杰就是故意找茬，没安好心，你会受伤的。他是担心我，看来这纨绔子弟还算有救。我说过了，你不必担心我。哎，我可没担心你啊，你是我大哥的妻子，你要是挨揍，丢的是秦家脸。还打不打呀？这秦二少跟秦夫人，该不会是怂了吧？该不会是在拖延时间吧？既然秦桑会维护他大嫂，那我打孟昭言，秦桑肯定会翻脸对我出手。到时候我再反打秦桑，然后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，那秦桑这个废物的名声就彻底坐实了。二少就在这儿。他怎么也在？秦二少不想打，你怎么是坏了！住手！小心！糟了，来不及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！我平生最讨厌你这种小人。放开我！他居然把徐世杰打倒了，还踩在脚下。大嫂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不过徐少，你靠偷袭都失败，我们的比试算你输了吧？现在该履行你的履约了。根本不算。不想认？好，那我便将今日之事传出去，让世人来评判徐少靠偷袭都失败了，到底算不算输了比试？徐世杰故意激怒二少，是想打败二少，让二少当众丢人。但如果偷袭失败的事情传出去，那丢人的可就是徐世杰了，而且是比打架更丢人。我认输，我认输。喂，徐世杰，既然认输了，就赶紧跪下道歉，承认自己是个废物。我不是输给了你，是你没输给我，你是输给了我大嫂。秦夫人，我错了，我给你和秦家道歉。我承认我是废物。好，既然徐少承认自己是个废物，那我便不与废物做计较。起来吧。孟昭言、秦桑，你们给我等着！今天我手的迟早让你们还给秦家。
你是说，孟昭言一招就击败了偷袭的徐世杰，还一句话化解了子昂的麻烦？没错，秦总，夫人变化这么大，会不会她之前的样子都是装的？结婚之前我查过她，她先前应该不是伪装。你再去给我查一查，看她有没有双胞胎姐妹，还有，她最近都接触过什么人？是。哎，那什么，今天由我出头，谢谢你啊。跪下。啊？你叫我跪下我就跪下，我凭什么？叫你跪下！你那么大声干什么？我大哥还在楼上躺着呢，你别吵着了。这地有点脏。把你大哥吵醒了，岂不正好？他要是醒了，你才能继续做你的纨绔子弟。如今你大哥卧病在床，外面有多少人在惦记秦家？我不求你能为秦家做什么，只求你不要再给我惹是生非。我怎么惹是生非了？今天在酒吧，明明是徐世杰故意挑衅我。再说了，别以为你帮了我，你就能管我。你当初是算计我大哥才嫁进秦家的，只要我大哥不承认你，你就永远不是我大嫂。知道人家在挑衅，你还能上当？你就这么蠢？至于我算计你大哥，那是我的错，但我依然是你大哥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怎么算不上你大嫂？你若还想秦家好，就给我乖乖听话，否则打断你的腿。他难道是认真的？是女的，凭什么对我这么凶？还打着为秦家好的旗号。真正为秦家好的事情，我自然会做，还能找你说？不让我去酒吧，我就不去了吗？我还……真不去啊？不去，修身养性。今日徐世杰看似是招惹秦子昂，其实是冲着秦家来的。接二连三也是针对秦家，秦家的境遇果然危险。往日秦州独自撑起秦家，每日不知道要处理多少麻烦，看来我得更谨慎些。废物！只是让你拍在秦子昂丢人的画面，想向秦氏集团的股东们证明他是扶不上墙的烂泥，这么点事办不到吗？都怪孟昭言，连个女人都打不过，你很骄傲吗？再提醒你一次，如果你不能对我有用，就滚回去，继续做你见不得光的私生子吧。出来！是，爸。从下毒到现在，你终于要死了。喂，派个人去探探秦州的情况是真是假，然后把他的印章透给我。从前打仗总是枕着箭筒睡，如今这软枕都睡不习惯了。有人进来了。病结深重，元气衰尽，将死之脉，这秦州是真的要死了。我才刚放出病危消息，这背后之人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派人来了。
什么声音？这么晚，谁在楼上？秦州的印章到底能藏在哪儿？找到了！夜闯秦家偷东西，谁派你来的？你没事？你的脉象明明……你的脉象是假的！不算太傻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谁派你来的？赵岩，不能被他发现我没有昏迷。秦州为何在这儿？难道此人想偷走秦州，对秦家不轨？你是何人？为何潜入我秦家偷我老公？滚蛋！想逃跑？这个女人为什么比秦州还厉害？说，你究竟为何潜入秦家偷人？青蛙，你大半夜不睡觉，噼里啪啦干什么呢？大哥，此人半夜偷偷潜入秦家，想将你大哥偷走，还死活不肯交代，究竟是出何目的？敢对我大哥动手，你不想活了是吧？我现在就报警。不要报警！我没有偷人，我只是来给秦总把脉的。其实秦总他根本就没有昏迷，他没病。秦总他都是装的，他就是想用昏迷来蒙蔽你们，然后独自霸占秦氏，到时候就把所有有股权的秦氏人全部逐出秦氏。他想蛊惑秦子昂和孟昭言，万一他们相信了他，就麻烦了。想骗我，想让我怀疑我大哥？你当小爷傻呀？多少国内顶尖医生都说我大哥是因病昏迷，你还在这胡说八道上。就算我大哥是装的昏迷，我也会因为他没病而高兴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还煮着呢，我还炒着呢。大嫂，你把他交给我，我把他带去警察局。此人喜欢逃跑，这样他就跑不了了。去吧。走。刚刚我确实忽略了一点，秦州原本在房间，若是那小贼真想把他偷走，根本不必经过书房。难道秦州是自己来的书房？他真的是假装昏迷？怎么没动静啊？我听闻，将昏迷之人的手臂抬起，便会悬空一动不动。今日有幸见此奇观。孟昭言在怀疑我是装昏。反正你已经昏迷了，老公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就算要试探我，这小把戏也未免太幼稚了。刚刚只是一个小骗术，看来老公你是真的昏迷了。那正好，我近日新学了一招，只需要用很小的力，便可让人有钻心的痛。正好老公你没有痛觉，可以陪我试试。他要干什么？没反应，再试试。看来我的手法还不够熟练，应该多试几次。还来？难道他真的昏迷了？罢了，想来那小偷将秦州搬至书房是有别的目的。
孟昭言，你还是第一个让我心痛的女人。这具身体的力气还小得很，若是我自己的身体，就是搬起2个禽兽也毫无压力。他只是在亲我吗？幸好他昏迷，否则我这脸面往哪儿搁？从前我在战场上屡次险些丧命，从未感到害怕。如今不过与男子亲吻，我会感到心慌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我才更担心脸面没处放吧。不过，我的心脏怎么突然不疼了？喂，早晚往警察局送了个小偷过去，你顺着小偷查，看背后这人到底是谁。还有，小偷知道了我假昏迷的事，记得对他封口，把确认我病危的消息传出去。是，秦总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知道你是谁了。秦总，昨天晚上潜入秦家的小偷是公司的大股东，也是您的三叔秦胜派来的。害许世杰挑衅2少的人，以及给您下毒的人都是他。我早知他有野心，却没想到他能有这么狠心。咱们现在就报警抓秦胜。先不急，既然他敢给我下毒，那么他一定做好了我死之后，他就能继承秦氏集团的准备。您的意思是，秦胜收买了其他股东？再过2天，就是秦氏集团1月1度的股东大会了。到时候你吩咐下去。由于我昏迷已久，按照集团的新规定，这次股东大会要投票选出一个代理总裁。明白。秦总，您让我查夫人的事，现在也有结果了。结果如何？结果如何？除了秦远，夫人没有接触过什么人，还有她也没有什么双胞胎姐妹。只是夫人的变化也太奇怪了，要不先将她赶出秦家控制起来，以免误了大局啊。不用了，他的变化不会影响大局。孟昭言那边有我看着，你去忙你自己的事。我明白了。老大，昨夜派去秦家的人，没能偷到秦州的印章，还被秦2少抓住，送去了警察局。蠢货！你用的什么人？连秦子昂都斗不过。不过我派律师去警察局问了他，秦州的确要死了，而且我还收到消息，2日后的股东大会上要选举代理总裁了。太好了！这么多年，我陆续收买了秦氏那么多股东，终于要派上用场。虽然没有秦氏的印章，只要我做了秦氏的代理总裁，这秦氏就是我的了。恭喜老大，即将拿下秦氏。不过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最好让支持秦州的股东无法投票，就从秦州的妹妹下手吧。下来了，刚好来吃饭。这都是你做的？你不是不会做饭？你不是不会煮饭的吗？是我疏忽了，身体的原主人的确不会做饭，可我行军打仗多年，若是不会做饭，早饿死在野外。这是我刚才照着菜谱做的，你尝尝。这鸡腿呢，是特意给你烧的，奖励你昨晚帮忙将潜入家中的小偷抓起来。这还是爸妈走，我第一次收到奖励。哎，多大的人了，什么奖励不奖励的？不就是把小偷抓进警察局吗？这算什么呀？吃饭吧。你这鸡腿
味道一般啊。你等我呢，我马上就出来。欢欢回来了，洗手吃饭啊。她是秦州的妹妹秦欢。不吃了，我回来拿个东西，马上走。你这才回来，又出去做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对了，当初孟昭言能爬上秦州的床，是先接近了秦欢，利用他算计了秦州，所以孟昭言嫁进秦家后，秦欢是最讨厌他的人。欢欢，我看刚刚进门打电话可开心了，什么好事跟二哥说说。二哥，我跟你说，阿泽跟我求婚了。我这次回来呢，就是回来拿护照，然后我们去美国登记结婚。不是，你没病吧？你才19岁结什么婚啊？就是因为我19岁，所以才去美国登记结婚的呀。19岁去美国登记结婚是合法的。哎，还有那个秦州唯一的妹妹秦欢，特别单纯好骗，她男朋友就是个渣男，结果秦欢1年为她花了3000万。你要结婚的对象就是那个花了你3000万的男人。我爱他，愿意给他花。秦欢眼睛是不是有问题？怎么会喜欢吃软饭的男人？你这婚事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又怎么样？这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大嫂说的对啊，我也不同意。二哥，你居然叫他大嫂，你忘了他是怎么利用我算计大哥的了吗？总之我是为了你好，不许去。还为我好，你就是个叛徒。果然，这个世界上只有阿泽才是对我好的。我决定，我一定要嫁给他。给你钱的秦家人，你不觉得对你好？1年花你3000万的男人，你倒觉得他对你好了？钱，你就知道钱。阿泽才不会像你一样庸俗。他不庸俗，他1年花你3000万。反正他是真心爱我，他才能给我真正的幸福。你说这么多，不就是嫉妒我有人爱吗？哎，欢欢，吃饭。不吃了。找到了。谁呀？你赶紧把门给我打开！别敲了，我已经将你房门锁上了。你凭什么把我关起来？因为我是你长嫂。你赶紧把门给我打开！我告诉你，你再不给我开门，我就报警了，这是非法囚禁。你报警也无用，长嫂管教家中小辈，这是家事，警察也不会管。为了避免你浪费警力，子昂，你去取那个什么信号屏蔽器来，放这儿吧。孟昭言，你不许这么做！阿泽还在等我，你赶紧把门给我打开，开门呀！哎呀，大嫂，你要不再让我进去，劝你，你把黄光这样关起来，怕他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。你听着里面的声音，你觉得你能劝住他吗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不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。开门呀！你想敲就敲吧，就算是将你的手敲断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。孟昭言，你给我回来开门呀！孟昭言，不用去机场等了，秦淮已经被关在家了。他又替我解决了一个麻烦。您好，您拨。操！说好拿个护照就出来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？电话也不接，该不会反悔吧？这张卡里有5000万，只要你能说服秦欢，现在跟你去美国结婚，不仅这张卡里的钱属于你，事成之后我还会再给你5000万。没问题。娶了秦欢，不仅能得到他的全部财产，还能白拿1个亿，这么好的好事，我绝对不能放过。
劝半天了，总什么都不吃，就要去结婚。他不吃，就饿着。谁呀，大青子？你谁啊？二哥，我是欢欢的男朋友杜泽。就你叫杜子，就你把我妹妹拐去美国结婚，还没找你算账，你自己找上门来，是吧？你小姐，我没骗她，我对她是认真的，认真的，认真的，认真个屁！大嫂，让他进来。当初讨好秦欢的人，现在也飞上枝头当凤凰，变成了秦家大嫂。等我娶了秦欢，我会比她更威风。大嫂，杜先生，坐吧。在这对身体原主人的记忆里，杜泽骗秦欢的钱，还吃喝嫖赌，花心好色，整日在网上勾搭女人。这样的人娶了秦欢，能安什么好心？说吧，你为何突然向秦欢求婚？我跟秦欢求婚，自然是因为我爱她，想跟她在一起，过一辈子。秦夫人，我希望你能成全我。秦欢大哥陷入昏迷，你却偏在这个时候拉着只有19岁的秦欢去美国结婚，这么不负责任，你确定是因为爱吗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老实说，你为何要突然向秦欢求婚？不管你问多少遍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爱他。孟昭言，只要我咬死不认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干什么？都说一个人的手机里藏着他的所有秘密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你爱他，要娶她，那我倒要替他看看，你到底有什么秘密瞒着他。你把手机给我！你要还想要你这只胳膊，就给我老实点。哼，杜先生，你家肯定是个大家族吧？这里面竟然有8个母亲和12个姑妈。杜先生跟你姑妈感情还真是好啊，这么晚了，还让你帮她挑裙子呢。算你狠！现在把手机还给我，我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只要我娶了秦欢，你想什么好处都可以。哦，你费尽心思进了秦家，却受到秦家人全家的排挤，一定很不甘心。你放心，只要我娶了秦欢，我一定会帮你。我们俩联手，秦家就是我们的了。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，你肯定娶不到秦欢。我娶不到，你肯定不知道，秦欢现在巴不得嫁给我，只要我一张嘴，她立马就会跟我结婚。欢欢，欢欢，杜子，我恨欢欢，听我解释。还解释什么？你骗我！你说情侣之间要彼此信任，我从来都不看你的手机，可是最后你却背叛我。每次看见你妈和你姑妈给你发消息，我还以为是你们家里人关系好，可结果呢，却是你骗我的把戏。就这么喜欢给人当儿子？欢欢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，是孟昭言陷害我，我是无辜的。你别骗我！刚刚到底是谁说我没人要，说我像狗似的？给我滚！我再也不想看见你，滚！欢欢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没让你滚，你听不到吗？你要是不肯走的话，我就报警。子昂，报警！就说有人在诈骗你妹妹3000万，还要把她拐卖出国。好，
我走，我走。还看？还看？你看我在做什么？你别以为这样做，我就会感谢你。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个坏女人！等我大哥醒了，我一定要让他跟你离婚。我你，小孩闹脾气呢，大嫂别往心里去，我去劝劝。真是好心没好报。罢了，谁让这身体的原主人利用秦欢在先，他讨厌我也是正常的。一群废物，不过是让杜泽骗个小丫头片子去结婚，这么简单的事也能失败吗？老板，明天就是股东大会了，刚刚乔助理还发了通知，说明天下午2点准时开始。看来明天我要把那位请来了。乔助理，明天就是1月1次的秦氏股东大会吧？我要代替秦州参加股东大会。他要参加股东大会？夫人，这恐怕不合适吧？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是在通知你，秦州病倒，我作为他的妻子，有义务代表他参加股东大会。你不愿意也得愿意。可是明天秦总铲除秦氏所有艺伎的重要时刻，如果被孟昭言搞砸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夫人，股东大会明天下午2点召开，下午1点我会准时来秦家接你。这段日子，我大概了解了一下秦氏集团的情况。自你病倒后，股东们蠢蠢欲动，想要代替你的位置。这次股东大会，更是要选出代理总裁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让总裁之位落入他人之手。孟昭言，谢谢你。刚刚他笑了。秦州，你醒醒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秦州，秦州。难道是我看错了？12点就被发现了。过了明天，这场闹剧就结束了。哎，你们觉得谁最适合这个代理总裁的位置？这秦总倒下了，那上台的自然就是秦总的弟弟秦二少上位了。秦二少不学无术，他能行吗？我看还是秦总的三叔秦老更适合这个位置。对对对，我也认可秦老。虽然把秦子昂彻底踩成废物的计划失败了，但这秦子昂也配跟我争代理总裁的位置，只能是我的。我不同意。打死！抱歉各位，久等了。抱歉各位，久等了。孟昭言，今天是秦氏集团的股东大会，你来做。三叔，这问题真是有趣。秦州病倒了，我作为秦州的妻子，自然是代表秦州来开会了。就你。听闻秦州这位三叔是个和蔼可亲的人，可他这么排斥我的出现，难道他是害怕什么？我只是替秦州来开会，又不是来做秦氏的总裁。你这么着急排斥我干什么？如果三叔没有别的意见的话，会议可以开始了吧？算了，孟昭言来了又能怎样？他阻止不了我的计划。乔助理，
赶快开始吧。本次会议的目的，相信各位股东应该已经知道了。现在秦总已经昏迷1个月了，按照公司规定，总裁无法处理公司事务，公司需要选举代理总裁。现在就请各位股东自荐，或者举荐合适的人选，提名代理总裁。我举荐秦老、秦胜为代理总裁。简直胡说八道！孟昭言，你这是污蔑！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，你这么急做什么？其实这位股东会举荐你，也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欣赏你，认为你适合管理秦氏集团。是啊，怎么看着一操之过急呀？孟昭言故意耍我。本来我只是随意试探三叔是不是收买的人，但他这么生气，说不定是被说中了。三叔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你的野心。既然秦老和秦二少都有意竞选代理总裁，那么我们的投票就正式开始了。现在就请支持秦二少、秦子昂的举手投票。我已经揭露了秦胜的野心，8人中却仍只有4人支持秦子昂。孟昭言，你耍小把戏有什么用？剩下的可都是被我收。小助理，现在该开始给我投票了吧？现在就请支持秦老、秦胜的举手投票。简直胡说八道！孟昭言，你这是污蔑！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，你这么急做什么？其实这位股东会举荐你，也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欣赏你，认为你适合管理秦氏集团。是啊，怎么看着一操之过急呀？孟昭言故意耍我。本来我只是随意试探三叔是不是收买的人，但他这么生气，说不定是被说中了。三叔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你的野心。既然秦老和秦二少都有意竞选代理总裁，那么我们的投票就正式开始了。现在就请支持秦二少、秦子昂的举手投票。我已经揭露了秦胜的野心，8人中却仍只有4人支持秦子昂。孟昭言，你耍小把戏有什么用？剩下的可都是被我收。小助理，现在该开始给我投票了吧？现在就请支持秦老、秦胜的举手投票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只有4票？我去票。那我二哥和三叔就是同票了。看来这些投票的人就是坚定的秦胜党了。走，去公司。是，秦总。看来今天是选不出来。投票还没有结束，还有股东没到。这位股东马上就到。还有人？谁呀？这是不知道啊。不好意思啊。我来晚了。康年，康年，他就是秦州那位周游世界、声名高调的弟弟秦康年。他的腿怎么了？四少爷怎么突然来了？我也是秦氏股东，我要把我的票投给我的三叔秦老、秦胜。秦欢的事情失败后，我特意用假录音骗了秦康。
秦子昂背叛了秦州，要夺取秦氏集团。没想到他真的信了。孟兆言，我做了这么多，拿什么跟你斗？康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对不起大哥，你不配成为秦氏集团代理总裁。我哪对不起大哥？康年，你是不是对二哥有什么误会啊？秦康年会这么说，是秦胜跟他说了什么？猪脑子！别人说什么你都信了？你骂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靠算计嫁入秦家的女人，还真把自己当秦家人了。那你呢？一个听信外人谗言对付自家人的人，就算得上是秦家人了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不是秦家人？我比他们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做秦家人。少年，你跟他解释这些干什么？就像你说的，他都不是秦家人，根本没有资格管秦氏集团。秦家的事，没错，我也没必要跟你们解释。反正我把我的票投给三叔了，现在三叔的票比秦子昂票高。小助理，你该宣布秦氏集团的代理总裁了。没想到关键时刻却是四周出来搅局，怎么办呀？秦总怎么还没到？小助理，该宣布结果了。三叔急什么？大哥，你醒了？秦总，你没事儿？是啊，我没事了。三叔很失望。哎呀，没有的事儿。大哥，二哥想占据秦氏集团，三叔是想帮你。住口！秦总，我都是为了公司好，我是为了替你守住公司。是吗？那你给我下毒，收买股东，甚至派人算计我的弟弟妹妹，又是为了什么？他什么都知道。哎呦，秦总没事啊，他好了。秦总病了，原来是秦老下的毒。刚刚秦夫人还说秦老收买股东，原来是真的。能如此迅速得知所有的事情，只能说秦州事先根本就没有昏迷。那这段日子我做的事，他岂不是都知道了？若是在我的世界，秦州会是出色的军师。这些事不是我干的，这都不是真的。刚刚会议投票的过程我都看见了，而且三叔以为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？你这些年在秦氏的所作所为，我全都查清楚。你根本没动作。如果我不假装昏迷，你又怎么可能真的跳出来？就像现在这样，毫不掩饰你的野心，带着你收买的股东，企图夺走秦氏。好啊，秦州，你小子果然不简单，就这么谨慎，结果还是被你骗了。这次算我输了。你也没有下一次的机会，就你做的这些，够你在监狱养老。把秦总送去警察局。秦州，你要报警抓我？我是你的长辈，不顾及秦家的脸面了吗？你以为你做了这些我会放过你吗？而且，你算什么秦家人？秦州，秦州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我是你三叔，秦州。秦总，我们都是被秦胜给骗了。对，秦总，我们可都是无辜的呀。投票前，我夫人点破了秦胜的狼子野心，可你们还是坚定的选择相信。现在说自己是无辜的，我看起来很好骗吗？我给你们3天的时间，交出手中的股份，离开秦氏，否则我的手段你们知道。哥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三叔是坏人，我被他骗了。这件事不怪你啊。是啊，康年，你也不是故意的。虽然你误会了我，但二哥也不怪你。就是，你要怪也只能怪三叔。啊不，秦胜，他太坏了。大哥，
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不逃课了。知道错了也得继续跪着，做错事要挨罚，这是秦家家规。大哥，你说过做错事要挨罚，这是秦家家规，可为什么现在家规失效了？秦总，有件事我需要单独向你汇报。去书房吧。别看了，你再看，大哥也不会喜欢你。坏坏，你少说2句。我说错了吗？虽然他这次帮了秦家，可是他之前把秦家和大哥害得那么丢人，大哥讨厌死他。你没看他这次回来，大哥都没跟他说话吗？说不定现在他在楼上计划着跟你离婚。你不必为我担心，就算我与你大哥离婚了，也会得到一笔钱财，不吃亏。不像你，被人骗了钱财，又骗了心。哎呀，冷静！你想啊，你要跟杜泽私奔的事儿，大哥都知道。要是跟大嫂闹起来，被大哥知道，你就被家规责罚了。原来秦家的家规只对我失效了。说吧，你想说什么？秦总，你假装昏迷前说这件事一解决，您就和夫人离婚。现在需要我联系律师拟定离婚协议吗？秦总，您是不是不想离婚了？你很了解我的想法。离婚的事我自有打算。秦氏集团内，秦氏的党羽还没有清理干净。你现在的任务是清理残留的问题。我明白了，秦总。虽然他这次帮了秦家，可是他之前把秦家和大哥害得那么丢人，大哥讨厌死他。你没看他这次回来，大哥都没跟他说话吗？说不定现在他在楼上计划着跟你离婚。秦州真想离婚也好，这身体的原主人算计秦家，做了不少恶。我要是一直留在秦家，就得不停为他赎罪。离开秦家，我反而能好好生活。是，小心！抱歉，你刚才离我太近了。我也没有想到夫人反应这么大，而且身手这么矫健。你找我有事？这次秦家动荡，你替我解决了不少问题。你要什么奖励？我不需要奖励。若你非要给我点什么，能不能在离婚时分我一个住处？你要跟我离婚？你不想离婚吗？可你为了和我结婚，不惜付出很大代价，怎么突然想和我离婚？啊！你昏迷时，我也想清楚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与其痛苦的纠缠，不如放过彼此。当我昏迷时，你还一口一个老公的叫我，甚至还趁机吻我。差点忘了这件事。你也说了，我费尽手段才嫁进秦家，哪能一瞬间就放下？我是想明白了，但心里依然爱慕着你。但若是老公你不想离婚，我也愿意继续做秦夫人。表情这么僵硬，孟昭言，你在心虚什么？哦，是吗？倒是老公你，是不是得跟我解释一下昏迷的事情？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，你怎么能瞒着我？所以秦夫人你想怎么惩罚我？意外和秦州亲吻时的那种心慌又来了。孟昭言，在战场上你连男子的尸体和残肢都碰过，这点接触算什么？怎么罚我还没想好，先欠着。不过老公，你现在对我这么好，你是不是不想离婚了？秦总，您是不是不想离婚了？我怎么会不想离婚？
只是并不是好时机罢了。我们只是暂时不会离婚，秦家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，现在离婚对公司影响不好。好，那就等公司稳定了再离婚吧。不好意思啊。康年你别动，二哥帮你捡。不就是掉了双筷子吗？这么紧张做什么？他又不是捡不着。你瞎吗？看不出来他的腿不方便啊？秦欢，康年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康年，你别听你姐瞎说啊！二哥知道你自己能捡筷子，二哥就是顺手帮你捡起来。我去给你换上新的。不用了，我吃饱了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哎，二哥送你回去。我说我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来。大嫂，说吧，秦康年的腿怎么受伤的？哎，大嫂，我不好说啊，而且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啊。秦康年是秦家人，如今我是你大嫂，他的事怎么与我无关？我见他似乎有心结，与你们关系疏远，相处不太融洽。他的腿怎么受伤了？你告诉我，或许我能解开他的心结呢。真的？可是你不相信我？先前秦欢的事儿，还有选代理总裁的事儿，大嫂的确都有办法，说不定她真的能解开康宁的心结呢。我告诉你，大嫂，你知道，我们父母走得早，整个家都是靠大哥一个人撑起来的。接管秦氏之后，许多股东不服，个个都是乱的。有一次，有人策划了车祸，想撞大哥。康年为了救大哥，替大哥挡了车祸，双腿才会这样。难怪股东大会秦康年差点毁了秦州的计划，秦州却丝毫没有在意。总之，大嫂，只要你能解开康年的心结，你以后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你就是我亲大嫂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康年，是大哥对不起你。征战多年，我虽遭到副将的背叛，可也曾遇将士为我挡下飞剑后丧命。这种亏欠他人、自责的感觉，我明白。秦州，我能理解你。 매일 그리움 속에 그대를 불러보지만 닿을 수 없는 마음을 나도 이젠 알 것 같아요. 没反应，没反应，没反应，没反应！为什么就是没有反应？就因为我这张没用的腿，我成了个所有事情都需要别人照顾的废物。我做错事，大哥也不会责罚我。我在秦家就像个外人。我已经不再是秦家人了，那我为什么还要维护秦家？
秦总，大事不好了！公司资料库中了病毒，秦氏集团保密项目正在被人盗取。你看，这个病毒是他。只要敲下这个确认键，那秦氏就完了。你干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。你还给我！上次股东大会毁掉秦氏的计划失败了，所以你又想出了新法子。你就这么想毁掉秦氏集团吗？不用你管，什么都不懂。行，我不懂。你知道，秦氏集团是你父辈和你哥哥的心血，毁了秦氏集团，就是毁掉你哥哥。既然这样，攻击公司有什么意思？杀了他！闭嘴！你没了腿，你痛恨别人像易碎品一样将你供起来，而你痛苦的根源就是你大哥。杀了他，才能真的解决你的痛苦。怎么，舍不得下手？我帮你。我看你还是舍不得嘛。也对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你比任何人都有资格成为秦家人。为了你大哥，你可以不要命。其实，你是最在意秦家，最在乎你大哥的人。而你心里也清楚，你大哥他们小心翼翼，是因为内疚，是因为害怕你受伤。可你偏偏介意这一点，而你介意这一点却什么都不说，还希望着他们知道你的小心思。记着，既然长了嘴，想要什么就直接说。有时候，过度的内疚和小心翼翼，对他来说反而是伤害。你们好好聊聊吧。怎么样，大嫂？康宁的心结解开了吗？既然答应过你，我就绝不会食言。我就知道大嫂你就是全世界最棒、最棒、最棒的大嫂。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动脚。自从我父母去世后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人帮我解决所有问题。孟昭仪，这是我第一次庆幸我娶了你。今天的事，谢谢你。你又要奖励我吗？你想要什么奖励？那就在离婚时多分些财产给我。就这么惦记离婚？想要财产的话，不必等离婚。我提醒你，妻子花丈夫的钱，天经地义。看落日的余晖，繁星满天，走到了。他为什么突然凑这么近？你躲什么？害怕我？我是怕你再靠近我，害得我又想纠缠你。你不是最讨厌我纠缠你吗？还是说，你靠近是因为你喜欢上我了？秦总，这里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。秦总，哦，
乔助理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有啊。平时工作繁忙，你竟然还有时间交女朋友？秦总，你不会又要给我安排加班吧？我的工作饱和度已经很高了，我都1个多月没陪女朋友了。没想给你加班，我是想问你，你喜欢你女朋友吗？当然喜欢了。那喜欢是什么感觉？喜欢是什么感觉？我也说不上来。但是我一见到我女朋友，我就会很高兴。看不到她，我就会想她。她要是出事，我会十分担心。还有就是，我总想和她待在一起。总想和她待在一起。孟昭言。对了，秦总，还有一件事，当我说这些感受的时候，你心里想的那个人，就说明你应该也喜欢他。你，秦总，明天去财务处领奖金，等把秦省党清理完了，再放1个月假。谢谢秦总。耶！孟昭言现在满脑子都是离婚，我得让他打消这个念头，重新喜欢我。他以前就爱奢侈品，爱马仕最新款的包，他应该会喜欢吧。大嫂，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就多买了一些。这些都是送给我的，谢谢你，解开我的心结。举手之劳，不必在意。早知道就该把这家店的包都买了。二哥，你放开我！大哥，你买的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哦，这不是爱马仕新款包包吗？给我买的呀。大哥，买包送大嫂啊。秦州要送我包？大哥，你也给大嫂买礼物了？也，康健你也给大嫂买礼物了？这些都是你买的？啊，大哥，我不是故意比你买的多。你们误会了，这包是我送给同事的。也对，无缘无故，秦州怎么会送我包？他笼络了二哥，现在连康念也被他拉拢了。这个女人果然就是会骗人。哼！哎，欢欢，去哪儿啊？欢欢。孟昭言，我讨厌你！当初居心叵测，靠近我，利用我接近我大哥，还算计我大哥，现在居然还收买了秦家的所有人！我讨厌你！都怪我。要不是我，怎么会害了秦家？所有人都被这个坏女人给骗了。都怪孟昭阳这个贱人！要不是因为他呀，我的计划也不会失败，还丢了秦欢这张长期饭票。那还不是怪你蠢，连微信聊天记录都删不干净啊！不过，连我爸都输给了他。这个女人确实是不简单。你看那是谁？你看那是谁？秦欢。哎，才将是什么方式？让下来的事。
请讲了。杜泽，徐世杰，你要干什么？电话也不接，人也不知道跑哪去，真不让人生气。二哥，三姐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乌鸦嘴。秦总，三小姐被杜泽和徐世杰逮捕了，在秦家废弃仓库。徐世杰和杜泽这两个王八蛋，还敢来招惹咱们家！大哥，我们赶紧去救三姐吧。薛家的废弃仓库是秦深的地盘，他人虽然在监狱，但是他留在仓库里的全方位情报和监控都在。我要是带着保镖前去，人多，会立刻被徐世杰发现，但人少了，恐怕敌不过徐世杰这个3大冠军。那怎么办？我们眼睁睁看着欢欢被欺负，没办法救他吗？我去吧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跟我爸计划了这么多年，差一点就得到情势。要不是因为你敢耍我，我自然是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其实不是属于你的，它是我们秦家，我哥的。去吧！秦家一帮废物，就只会吃喝享乐。你们为秦氏做过一点贡献吗？啊！凭什么要用秦氏？你就别跟他说这么多了，直接把他一根手指头给剁下来送给秦州。只要秦州还认这个妹妹，少不了你我的好处。杜子挺狠，对自己老情人下手这么狠。杜子，我之前对你那么好，为什么要勾结徐世杰来害我？宝贝，谁让你把我给甩了的？如果你跟我结婚，让我成为秦家人，那我还会伤害你吗？我要知道你是这种人，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在一起。可惜啊，现在后悔晚了。安着，我动手。有人来了！有人来了！你看着他，我去看看。好。秦州，你竟然敢自己一个人来！秦欢，你看你哥哥多在意你啊！正好，你哥要是不把公司还给我，我就让他亲眼看他妹妹饱受折磨。哥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！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徐世杰，给我放过来！秦欢不知好歹，在秦家总跟我不对付。你拿他只能威胁他大哥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在意他的命？你拿他只能威胁他大哥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在意他的命？就凭你来了，你和秦州过来，不就是为了救秦欢吗？我来这单纯是为了不想我的利益受损。你们都敢说你们不想用秦欢在秦家换好处吗？我身为秦家的女主人，绝不允许别人拿走我的东西。张云，这娘们儿挺狠的啊！秦总，他不在意你妹妹，你也不在乎吗？你们想要什么？我爸在秦氏有15%的股份，我要你折现给我妹妹不在你手上，你现在还被我夫人踩在脚底下，你什么都没有，拿什么威胁我？他和我想的一样，分化徐世杰和杜泽。老实点！对呀，秦欢在我手里，我可以一个人拿了好处离开呀。秦总，我只要10%的股份，立刻给我折现，再给我买一张出国的机票，保证放秦欢，然后滚得远远的，再也不回来。杜泽，你他妈要自己跑！杜泽，你他妈要自己一个人跑！你都被秦夫人撂倒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看你，比武功你是个废物，你看人品你还是个废物，跟人渣合作，现在你什么都捞不到。杜泽，你要敢自己跑，信不信我带着你一块去死？你都被秦夫人打趴下了，
就像秦夫人说的，你就是一个废物。你他妈！给我来一次！哦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哥。把绳子拿过来，我把他们绑住，然后报警。小心点。小心！救人！周宇，嫂嫂是很厉害，但也不是无敌的。有一次我没有输。不管，快打120，然后报警。周宇，周宇，我又要死了吗？看来我注定要死在他人的匕首之下。周宇，快，坚持住。请家属在外等候。大哥，大嫂一定会没事的，对吧？他会没事的。哥，没事的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没事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，只是现在还没醒。等一会儿你们就可以进去看他。谢谢医生。哥，没事了。没事了。都怪我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大嫂也就不会这样了。不管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来守着你大嫂。可是我也想。大哥，如果大嫂醒了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之前为什么没发现你原来这么瘦小？周岩，原来你也不是无所不能，都怪我，自己的弟弟妹妹护不住，总要你出手。等你醒了，我有很重要的事告诉你。我喜欢你，我们不要离婚。周岩，快点醒来吧。你醒了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伤口疼不疼？疼就说出来，不用忍着。你捏得我好疼。抱歉。秦州，能看见你真好。周岩，我有件事告诉你。我们大哥、大嫂、大哥、大嫂，哎，大嫂你醒了！大嫂，你醒了！大嫂，你怎么样了？严不严重？伤口还疼不疼了？没事了。没事就好。知道你受伤，我们都要心疼死了。是啊，大嫂，看到你受伤，我宁愿受伤的人是我。你们不必担心，我真的没事。大嫂，你要快点好起来。我想告白就这么难？秦总，按照您的指示，我已经和律师沟通过了，我们会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徐世杰和杜泽，确保这辈子他们都出不了监狱。好，一定要让他们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还有一件事，下周京市有个古董拍卖会，您要参加吗？我记得这次的拍卖会压轴是今日刚上市的相思玉佩吧？没错。相思玉佩象征着永恒的爱情，这玉佩的寓意正适合告白。而且这次拍卖会，总阻碍我告白的家伙应该不会出现了。我和夫人一起去，你提前给她准备好礼裙。好。
之前站队秦氏的股东，股份已经完全收回了。是的，所有残留问题都已经解决了。那你整理一下，看我有多少股份和财产。明白。我们只是暂时不会离婚，秦家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，现在离婚对外影响不好。好，那就等公司稳定了再离婚吧。乔助理刚刚说秦氏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，那看来秦州是要和我离婚了。真要和离，我竟有些不舍。秦州的确是个不错的人，罢了，强扭的瓜不甜。只是一条项链，告白还不够有诚意，再加上我的全部身家，应该够了。别动，我来。不用了，我只是后背受伤，手没事，这点小事我可以自己来。秦夫人，不要老是拒绝我。来，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有这么好看？他一直盯着我做什么？想提离婚？你一直盯着我，是有什么话对我说吗？他看出来了。再等等吧，等你出院后，我带你去一场拍卖会，拍卖会结束，我再告诉你。参加拍卖会，秦州到底想干什么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今天很美。谢谢。别动。头发沾到口红了。又是这种心慌的感觉，赶紧离婚也好，远离秦州，才能远离心慌。走吧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今天的拍卖会，孟昭言要跟着秦总一起来呢。这个孟昭言真不要脸，当初他费尽心机爬上秦总的床，现在又不知廉耻的缠着秦总带他来拍卖会。要不是他当初嫁给秦总的，就该是梦梦了。都过去了。梦梦，也就是你大度。要是我被人搅和了联姻，我非扒了他的皮。你等着吧，今天的拍卖会，我一定要让孟昭言丢人，给你出气。秦总，秦总，秦总，雷总，秦总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王总，最近忙什么呢？我想去那边看看展品。别走太远。这些展品怎么这么像我将军府的东西呢？相似玉佩，这是当年我爹送给我娘的定情信物，我不可能认错。这些东西就是我将军府的，他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这个世界的东西与我的世界有什么关联？秦夫人，秦夫人，我见您这么认真的看这些展品，您一定很了解这些古董玉器吧？您可是秦家的夫人，见多识广。这些东西都是刚出土的宝贝，
他们的来历和历史，连历史学家都摸不清楚，孟昭言绝对不可能知道。但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想丢人，肯定会撒谎，说自己认识这些东西。你们就不要为难秦夫人了。这些古董玉器历史悠久，只有真正有底蕴的富贵人家，或是书香门第之人才了解。秦夫人毕竟才嫁给秦总1、2年，不了解也很正常。这些东西，我确实挺了解。哦，是吗？那既然秦夫人了解这些东西，不如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来历如何？哟，黄老，您来了。哎呀，听说您找到这些玉器以后，一直都在研究它的来历，现在进展如何呀？我昨天晚上才研究透了这些玉器。等这次拍卖会议结束啊，我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些玉器的来历。好，那既然秦夫人了解这些东西，不如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来历如何？除了我，竟然还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。秦夫人，您倒是说呀！您一直不说，该不会是您根本不了解这些古董，为了撑面子故意骗我们吧？相思玉佩是东唐时期一位叫孟岩的将军送给其妻子的定情信物，二人去世后，此物便落到了他们嫡女，也就是东唐第1位女将军手上。这里的展品都出自这位孟将军的府上，有的是祖传，有的则是御赐。他说的竟然和我研究的结果一样，他真的知道这些东西的来历呀！你们笑什么？秦夫人，你可真会编啊！这些玉器都是近日才出土的，这个世界还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啊，偏偏你就知道。我们不过是随口恭维你2句，你还真敢打肿脸充胖子！对不起啊，秦夫人，我们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没想到你竟然会为了面子编造这些玉器的来历。谁说他编造了？黄老，他可没撒谎，他刚刚说的全都是真的。这些玉器的确是出自东唐的第1位女将军之手。这怎么可能？搞了半天，秦夫人真的知道玉器的下落，那他们怎么有脸嘲笑质疑秦夫人？可能是想让秦夫人丢人的吧，却没想到丢人的是他们自己。秦夫人，我替我朋友向你道歉，他们并非故意针对你，只是我要说孟昭言拆散我和秦州联姻的事吗？可秦州当时根本就没有同意联姻。不管了，我绝不允许他人用这种目光看我。只是当初我和秦总就要联姻了，秦夫人却突然爬上了秦总的床，我朋友气不过，他们是在为我打抱不平。什么联姻？我脑中完全没有相关记忆。秦夫人嫁给秦总是一个乌龙，这我倒听说过，只是没想到当时秦总和周小姐是要联姻的。那秦夫人的行为不就是要小三上位了？难怪周小姐的朋友要针对秦夫人，要是我闺蜜早日绿了，我也不会放过她。秦夫人，其实我早就不怪你了，我也愿意祝福你和秦总，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原谅我朋友为我讨回公道的行为。只要秦州不拆穿我，你小三的身份就坐实了。可秦州那么讨厌你，他怎么可能替你洗清了冤屈？我怎么不知道我要和谁联姻了？秦总，秦州怎么过来了？你没事吧？这位周小姐说，她曾要与你联姻，是我破坏了你们。秦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周小姐，你父亲确实找我提过一次联姻，但我立刻拒绝了。我们什么时候确定要联姻，还谈婚嫁？搞了半天，秦总没有同意联姻，
那刚才周小姐怎么敢说不怪秦夫人了？妈妈，你不是说秦总已经答应联姻了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周小姐，今天的事严重影响了我和我夫人的声誉，我一定会跟你父亲好好谈谈。别找我爸，对不起，秦总，联姻的事是我虚荣，我撒谎，我跟你道歉。你该道歉的人是我夫人。对不起，秦夫人。周小姐，记住今天的教训，还有，以后要是再让我听到谁敢诋毁我夫人的话，我绝不饶他。都要离婚了，秦州为何还要护着我？等等，黄老，你有事吗？秦夫人，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玉器的来历呢？我该怎么解释？难道告诉他我是孟将军？这样，只要你告诉我你是如何知晓这些玉器的来历的，我将这枚相思玉佩赠与秦夫人。真的？黄老，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不就一枚玉器吗？赠给你了。可你送了玉佩，我送什么？谢谢黄老。其实我会知道这玉佩的来历，是因为我是孟将军的后人。您知道，我也姓孟。这些玉器我虽未见过，但听家中的长辈提起过，所以才知晓。你是孟将军的后人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可惜了，孟将军年纪轻轻就战死在沙场上。战死沙场，这就是对我的记载。也罢，我宁可自己是战死在沙场，也不想最后死在最信任的副将刀下。我曾调查过他，他根本不是什么孟将军后人，而且他的确是在我昏迷之后才变得不一样的。他真的是从前的孟昭言吗？不管他是不是从前的孟昭言，最重要的是，现在的他是我的爱人。我等了1周，就是为了用这块玉佩告白。现在好了，玉佩让老头抢先送了，不能再等了。昭言，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拍卖会结束，秦州终于要提离婚了。你跟我来。昭言，我知道，秦氏的问题都解决了，你要与我和离了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什么离婚啊？大哥，你为什么要离婚？大嫂那么好。是啊，大哥，大嫂刚刚救了3姐，你就要跟她离婚？你太过分了！就是大哥，虽然大嫂之前利用我很生气，但是我现在发现大嫂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而且她帮我们秦家做了那么多事，你不要跟大嫂离婚好不好？我不是。大哥，如果你要跟大嫂离婚，那我就跟大嫂走。我们也跟大嫂走。你们别添乱，我没说。大嫂，咱们别管他，以后我们才是一家人。大哥，你以后要真的跟大嫂离婚了，你自己过去吧你。你不什么不？不是这什么不？我没说过，你没说过什么？谁说我要离婚了？不离婚了？我就没说过要跟他离婚啊！哎呀，昭言，我是想跟你说，我喜欢你，不要离开我，留在秦家，继续做秦夫人，好不好？你认真的？从前，秦氏的股份和我名下的财产，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但现在，我想把它们全都交给你，因为对我来说，
没什么比你更重要。本来这块玉佩我也想拍下来送给你，但没想到被人抢先。我听说这枚玉佩有永恒的爱情寓意，赵岩，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。所以，你愿意接受我吗？秦州喜欢我想确认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喜欢是不是不想要离开他？如果他说喜欢的话，就会很开心；触碰到他，心里就会很慌张。是大嫂，您就是喜欢他。所以，你愿意留下来吗？我愿意。太好了，秦夫人，以后秦家的一切都归你，我也归你。不过，我也有一件事情要确认。什么？你触碰我，真的会心慌吗？